同款是环境的议题来关心的是，这中华县的环保局呢是来公布去年声音翕相科技执法的成果。其中，这园林市山卡路呢是开出179张罚单，这是县内上界多的。环保局表示讲，这个所在呢是通台一线的大通路，也有139县道违规的情形有影是加较严重，所以未来会继续加强处理。车驶伫路的雄雄加速，油门吹落去，沿东港轰叫，声音有101.2分贝。这台重型机车经过8架路段，声音嘛有104.4分贝。违规的行为全拢互声音翕相机翕落来。中华县环保局公布去年声音翕相机科技执法成果，其中园林市山卡路罚单开上济，附近居民嘛讲，半暝定定互改装车行精神。乌托邦改装车改到安尼。我这差的，比如讲超1公里远开始，我都听到这些声，那个鬼啊呢！机车、货车还有改装，几乎都改装车比较多啦。以前学生也有差，学生比较多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。学生的机车改装比较有速度都蛮快的。根据中华县环保局的统计，去年全县噪音处地第1名是园林市山卡路，计共开出179张罚单；第2名是园林大道，第3名是分园的139县道，拢是车流量多的车路。高噪音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呢，是在本县的一个园林的一个三角路。那它主要呢，是因为它是平行我们的中山路的一个台一线，就是有衔接我们彰化县的一个139县道。那因为我们园林呢，本来车辆数就很多，所以其实它就是造成我们车辆数最多的一个地方。中华县环保局表示，除了跑车、重型机车，其实违规处地有不少是小货车、轿车加机车改装的。目前县内有12个固定式甲3个移动式设备，今年嘛会阁增加3套移动式的声音翕相设备，强化对噪音车的机动处理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